喺條街道上面咧，有兩個人喺度講緊嘢喎，不如去聽下佢哋講咩？哇！咩事啊？為咗可能要啲唔知咩滑板場地啦，跟住咧佢哋成日講啦，你真係不識代價。弟弟，不識代價唔係呢個識喎，咁係邊個識啊？不識代價應該係呢個識字啊！不識代價嘅意思咧就係唔理付出任何代價都要完成目的，所以正確寫法應該係咁樣字啊！哦，原來係咁。如果大家對錯別字都有興趣嘅話，就一於留意下個星期嘅笑談錯別字啦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！喺節目嘅開頭，不如同大家猜下謎語啦。題
目係喺十兄弟裏面大口九唔明白嘅問題，每一個常用嘅中文語句。